有一个热带扰动当咧变强，将有可能会结做风台、风神。目前上界烦恼的就是花莲光复是袂堪的这大水雨来霜冻。农业部已经派人去清水圳，也贴沙地啊，也中央前进协调所也调整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，针对着灾区所开特例、安置需用等等的面向来编组。下晡也要开应变会议，决定避难的方式有上高楼避难和所开这两种。也若这大镇村、大专村列入去警戒范围，如果特例的人数有上千人，按算10月开始执行。农田水利署人员来花莲县光复乡佛祖街甲成功街清理水圳，若乌土沙出来，爱搁乌搁较深搁较快，因为爱严防特别变做风台伊若来，互乌起来土沙会搁流转去沟仔内。主播吼，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。因应热带扰动可能增强做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，全民紧来领沙包防范。中央前进协调所嘛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，来应应防范风台所需要的任务。只是特例计划一直拢无法度确定，互一寡居民不安。15号下晡召开的紧急应变会议嘛决议采用混合式避难、徛地避难加疏散避难同步进行，人数差不多1000多人，一定10倍执行。是混合式的。就是疏散撤离是有一部分，然后垂直撤离也有一部分，但是这样的话人数也有将近1000多位，也有1000多位，那动用到的车辆很多，大概15辆的这个游览车。虽然都是种特例方式，受灾居民考虑无同。有外少村庄是希望会当徛伫特例留伫熟悉工园，也有人认为村里长共款是侪会人，呼吁政府不管用倒一种方式，拢会当有公部门的人员协助村里长。部会都有认养各村吗？可不可以各部会的人直接协助村里长来做这件事情，才可以有个比较精确的统计？你说要叫这些老人家做，我觉得真的太为难了。不要喜欢垂直了，因为自己有家嘛，还要跑出来。这次有那个马泰安这个经验了以后，他们心理上都有准备。这届会议嘛，甲光复乡大镇村、大专村纳入警戒范围。规定成功，徛伫特例关键是执行力，会由督导官采先扩圈后开发的方式。另外，灾区清理进度15会当甲30公里的沟仔拢清完。佛祖街护管工作由国军全面接管协助，枫林镇嘛预估17进前清完。花莲地检署是展开灾后的调查，会以过失致死甲公务人员废死职务这个方向来侦办。伫这进前，因应准风神风台可能会来，避免灾区搁再受损，防范风台工作全面启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